大家好，歡迎嚟到傾夢傾情嘅直播，我係林在 Presence。咁咧話咁快又過咗一個禮拜啦，咁今日咧個 topic 咧就叫做 I 人的自白，係啦。相信大家咧即係都留意到最近好多 social media 啦，或者咧坊間咧好多人咧都會係講I 人呢一個咁樣嘅 terms 啦。Hello Adam， 係啦。咁咧其實咧點解會突然間咁多人會講呢一個 I 人咧？咁我陣間咧都會大概講一講係啦，究竟咧佢呢一個 I 人係邊度由嚟咁樣。Hello Solomon， 係啦。咁咧其實I 咧呢一樣嘢咧，究竟喺邊度嚟嘅咧？話說咧就係喺呢一個MBTI 呢一個嘅人格測驗嗰度咧係嚟嘅。咁咧呢一個人格測驗咧其實係喺20世紀中期嘅時候啦，係兩位美國人一對母子嚟嘅。佢哋咧就根據呢一個心理學大師榮格類型理論嗰度咧就發展出嚟嘅。係啦，目的咧就係幫助人哋咧更加了解自己嘅性格啦，包括思考同埋決策嘅偏好，適合咧職業嘅選擇同埋咧同人相處嘅狀況等等，係啦，咁樣好多人咧就知道佢哋咧嗰個嘅取向等等咁樣嘅。咁咧其實呢一個 MBTI 啦，當中咧其實佢係有呢一個嘅4個維度嘅。每一個維度咧，佢咧係有2個相對唔同嘅傾向嘅。咁我今日講嗰個咧就係 I 嘅stand for 咩咧？就係 introversion， 係啦，就係內向嘅意思。而相對嚟講嗰個嘅型格咧就係 E 咧就係咧 extroversion， 係啦，就係呢一個外向嘅人格咁樣樣。咁咧當然仲有其他6個嘅英文字母嘅。咁咧我今日詳細就唔講啦。如果大家咧有興趣想知道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咧可以喺網上面啦去揾翻一啲嘅資料啦。其實咧喺網上面咧都會有一啲簡單嘅一啲嘅問卷調查咧，讓大家自己咧去測試翻究竟你係屬於邊一類型咁樣樣嘅。咁我今日咧主要嚟講咧會係講關於 I 係啦 I 人咁樣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 I 人係啦。咁喺一路啦，我一路都會講下究竟 I 人有啲咩特質啦，我自己有啲咩嘅體驗啦，有啲咩嘅傾向啦。咁所以咧我都想邀請大家咧去估下咧，我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嘅I 人當中咧，其實我究竟有幾多 percentage 係 I， 幾多 percentage 係 E？ 因為其實咧雖然話係 I 人啦，但係咧我哋唔係100% 係 I 人。其實咧每一個人咧都會有 I 同埋 E 嘅面向，只係多同埋少嘅問題係啦。咁所以咧我今次想講呢一個 I 人咧，其實咧我唔係想話標籤任何人，標籤我自己，而係希望咧藉住透過大家對呢個 MBTI 啦，可能多少少嘅理解啦，讓你哋咧去了解翻其實自己係咩類型啦從而去認識自己，亦都係接納自己，繼而咧就去更加去發揮自己嘅潛能咁樣樣嘅。好，咁咧。我咧就而家咧簡單同大家啦去分享一下係啦，究竟I 人相對於 E 人嗰個特質上面咧有啲咩嘅分別咁樣樣嘅。咁咧喺呢個能量來源當中咧，其實係有好大嘅差別嘅喎。I 人咧佢本身咧係要從呢個獨處係啦去獲得能量嘅。Hello Ida， 係啦，佢哋咧主要嚟講咧好中意咧有 me time 嘅。咁樣我自己都係㗎，我自己咧其實咧咁當然好中意留喺屋企啦。Hello Man Sherry， 係啦，我自己好中意留喺屋企嘅。咁中意可能睇下書啦，聽下歌啦。有時咧可能咧全日留喺屋企咧係可以咧唔講嘢都得咁樣樣嘅。咁咧其實咧我係透過呢樣嘢咧去叉電嘅。咁至於可能我返工嘅時間啦返工嘅時間嘅話咧好多時咧我係需要咧係 lunch time 嘅時候咧係需要咧獨處嘅我最開心嘅時間咧就係食完飯之後咧就可以咧去附近可能公園或者海旁咧去行下啦，去沉澱下啦呢一個咧都係我咧
非常之中意係咁樣去叉電嘅。Hello，浩文，係咁咧，所以咧呢一個都係咧普遍嚟講，I 人咧透過呢一種方法咧去叉電嘅。咁 E 人咧又點樣去即係吸取能量嘅咧？佢哋咧其實係透過社交互動咧去獲取能量嘅。咁我哋同呢個 I 人啱相反啦。佢哋咧就係好中意咧揾朋友，可能吹下水啊，傾下偈啊。Hello Vivian， 係啦，佢哋好中意咧，即係透過去同朋友啊，或者同人咧去連結啊，去社交咧，咁樣反而咧就令佢哋咧更加能夠咧有翻啲能量咁樣樣嘅。咁啊當然我哋唔係話 I 人咧係即係可能社恐啊，有兩樣嘢嚟嘅。咁但係咧可能 I 人嚟講咧，佢哋咧就唔係透過社交去獲取能量啦。好。至於思考嘅方式啦，I 人嚟講咧，佢哋咧就比較咧深思熟慮一啲嘅。佢哋好多時咧接收一啲嘅信息之後咧，佢哋咧需要多啲時間去諗嘅。咁可能啦有啲朋友仔唔理解嘅話，可能覺得咧 I 人啦，哇點解諗嘢咁慢嘅，轉數慢啊，或者咧反應慢啊？咁我曾經都俾人咧咁樣去批評過嘅，咁自己都有少少覺得哎呀唔係咁開心啦。咁原來理解咗 MBTI 呢一個人格呢一個咁樣嘅傾向之後咧，發覺原來 I 人係有呢個咁嘅狀況嘅喎。所以咧，其實佢哋咧係好中意咧透過一啲內部一啲咧分析啦，去接收同埋理解係咪，甚至乎表達資訊咧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嘅。咁E 人又點咧？E 人咧佢哋咧就係咧好多時係比較即時去反應嘅，反應比較快少少啦，偏向一啲外部嘅表達嘅嚇，好多嘢可能咧唔會收收埋埋嘅，好快咧就會去表達出嚟咁樣樣。咁至於溝通嘅方式啦，咁咧對於 I 人嚟講咧，其實咧佢哋咧係更加中意一啲文字表達同埋一啲嘅深度嘅對話，係啦。咁我自己咧其實以前中意即係比較流行咧寫 blog 嘅時候咧，我係好中意去寫好多嘅文章啦，好多嘅文字嘅。咁早前咧我都咧真係得起心肝咧去執翻我以前嗰啲文字咧，原來都有成千幾篇嘅文字喺度，咁我自己都覺得好意外原來自己咧一路咧都會去透過文字咧去表達自己啦。因為其實雖然話 I 人係唔係好中意用言語去表達，但係其實佢哋都揾到個渠道，可能係文字上面咧去抒發自己嘅。咁而家啦，特別係可能 social media， 大家可能有玩嘅 Threads 啦，你會發覺咧係好多 I 人嘅，因為咧其實呢一個渠道用文字去表達自己咧，其實係非常之適合 I 人去同人連結啦，同人去溝通啦，去表達自己咁樣樣。至於 E 人啦，E 人咧佢哋咧就中意比較咧係口頭去交流嘅，中意咧同人吹下水啊，傾下偈啊喜歡呢一啲熱鬧場合嘅，可能咧即係一個比較人多嘅環境啊，去 party 啊，咁佢哋咧就可以好自然咁樣樣嘅而至於咧我自己咁樣樣啦，我其實咧都係真係好 typical 嘅 I 人。除咗中意寫文字嚟，我其實咧真係唔係太中意咧去講嘢嘅，因為咧覺得咧因為頭先講過啊嘛，深思熟慮啊嘛，咁所以咧可能咧回應嘅時候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咁所以咧都會可能咧係有一啲嘅 delay 啊。咁如果喺文字去對答嘅話咧，可能咧就冇咁多呢一種咁樣嘅 delay 嘅狀況出現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偏好咧都係中意咧用文字去表達嘅。咁當然而家都 train up 咗自己嘅讓自己咧都係可以同人可以溝通啦。因為其實每個人其實都可以透過去訓練自己讓自己咧能夠去熟習點樣去同人去交流咁樣樣嘅。好咁至於其實咧我哋咧好多時 I 人都係嘅，我哋咧好多時咧都係咧透過頭先講啦，係嘅，好中意咧去用一啲獨處或者係咧去了解自己咧，係作為一個咧提取能量嘅一種嘅方法啦。咁咧我終於都明白點解自己咧係咁中意咧去學習一啲認識自己嘅工具啦，又或者咧係我點解咁中意夢境因為咧即係對於一個 I 人嚟講咧，哇！
真係去連結夢境咧，同自己去一個嘅內在連結對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滋養嚇，能夠好提取 energy 嘅一種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同人去傾夢啊，去同人咧深度連結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我叉電嘅時間啦。咁咧，其實咧好多時咧，I 人都係嘅，I 人咧好多時咧，其實咧朋友真係唔算好多嘅嚇，亦都係啦。同時咧，因為咧I 人咧，佢可能我都未必能夠代表 I 人，但係我自己應該話，我自己咧，我覺得自己朋友唔多嘅，因為咧我對朋友嗰個定義咧都係比較叫做嚴謹一啲嘅嚇。例如咧可能我要係同對方係可能係真係試過單對單食飯去作一個深度交流咧，我先至覺得咧佢係我朋友嚟嘅。如果可能其他相識嘅，可能佢會係我嘅同事啦，可能會係我嘅同修啦嚇，等等等等，咁未必咧可能咧稱呼為朋友。咁但係可能對 E 人嚟講咧，可能大家咧喺一個嘅社交嘅場合咧，見過面嚇 say 個 hi 咧，已經係一個朋友嚟㗎咯喎。咁所以咧，可能咧 I 人同 E 人咧喺社交方面嗰個嘅諗法咧，都會有一個差別喺度嘅。咁至於啦決策方式啦，決策方式嚟講咧，I 人咧就會比較多角度分析一啲，考慮一啲細節上面嘅嘢。咁所以咧 I 人咧可能咧佢哋會比較係諗嘢諗多啲啦，亦都會可能係細心少少啦咁樣樣。而 E 人咧佢哋咧就會好快去決定嘅，可能咧你會覺得佢咧嗰個行動力好強，可能好爽快啦，而且咧亦都比較依賴佢嘅直覺咧去做一啲決策咁樣樣嘅。工作嘅偏好方面啊，工作偏好咧好多時 I 人咧佢哋咧係比較中意獨立去完成一啲任務嘅嚇，就唔係好中意咧受干擾。我自己絕對係呢一類型嘅人嚟嘅。我比較中意咧係自己一個人咧去處理一啲事情啦，唔需要太多可能要溝通啊、開會啊、brainstorm 啊，呢啲對我嚟講咧都係相對嚟講係幾消耗我能量嘅一啲嘅事情嚟嘅。咁至於咧E 人佢哋係比較中意團隊嘅合作，係啦，強調一啲協作嘅，可能大家係中意去 teamwork 嘅，一齊可能嘻哈哈咁樣咧就可以去做呢一個嘅 project 啦等等咁樣樣。咁所以咧 I 人同 E 人嚇，或者應該咁講啦 ，I 呢一個面向同 E 呢個面向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強烈嘅分別咁樣樣。咁唔知大家聽完之後啦，大家會有啲乜嘢嘅諗法啦？覺得自己究竟係一個 I 人啦，定係 E 人咁樣樣咧？又或者可能都係可能係中游都唔頂嘅喎，有啲人可能係50-50都未頂嘅喎咁樣樣。咁其實咧大家咧可能作為 I 人啦，都會咧成日經常俾人誤解嘅。有時可能啲人會覺得I 人咧好怕醜啦，唔識得社交啦，又或者咧可能係反應好慢啦。咁相信大家咧聽咗頭先我去講翻 I 人嘅特質嘅話咧，可能咧就能夠理解更多 I 人究竟佢哋係點樣點樣去生存啦，或者係點樣去同呢個社會去做一個世界去做一個嘅連結溝通啦咁樣樣。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而家呢一個世代咧係越嚟越係讓 I 人咧係比較能夠舒服啲去生活啊，我自己會覺得。咁咧你可以試想一下咧，以前啦可能可能20-30年前嘅時候，我哋冇互聯網嘅時候，大家可能要溝通嘅話咧，點都要去傾電話啦啩，係咪先？咁而家嘅話，你可能唔想講嘢嘅話，你都可以用 WhatsApp 啦，或者用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咧去同人連結咁樣啦嚇。咁其實咧，對於 I 人嚟講咧，其實都幾舒服嘅喎嚇。咁我自己本身咧，其實咧都唔係太中意咧去講電話嗰啲人嚟嘅嚇，即係始終即係講電話可能真係要反應快啦，係咪先？咁甚至乎面對面嘅話咧，你又要做一啲嘅表情管理啦。咁其實咧對 I 人嚟講咧都係比較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咁咧其實咧變咗而家啦，可能甚至乎係職場上面啦用電郵啊，用一啲嘅即時通訊嘅軟件啊，都可以咧同人溝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咧對於 I 人嚟講咧係舒服好多嘅甚至乎係經歷咗最近幾年啦，好多嘅即個工作模式啦、生活模式咧都大改變啦。
好多人咧都可以可能係在家工作啦，甚至乎一個 slasher 啦嚇呢一類咁樣嘅工種咧，對 I 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工作模式嚟嘅喎。因為頭先所講啦，好多嘅 I 人咧其實比較中意去獨處嘅，中意去自己去分析問題嘅，處理問題嘅。咁所以咧嚟講，可能咧呢一類嘅工種咧對佢哋嚟講咧都係幾適合嘅喎。咁啊，之前啦，有啲朋友仔咧都會問啦，我 I 人喎，其實一路以嚟咧嗰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咧嗰個教育方面咧，都希望人就係要多啲去社交啦，多啲主動啲啦，去表達自己啦嚇。咁啊，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咧 I 人咧都覺得自己，我覺得自己唔夠好啊，唔夠信心咁樣嚇。咁啊，特別係而家可能呢個世代好多人咧都係做 slash 嘅話，究竟 I 人能唔能夠去做呢一個斜槓族咧咁樣樣？咁其實咧 I 人佢嘅優勢都頭先都講過啦，佢有個特質，佢優勢係咩咧？佢哋咧係有一個深度思考嘅能力嘅，係啦，而且咧專注力係好強啦，又能夠咧好有策略咁樣咧運用時間啦嚇。就亦都有好有創造力，因為佢哋好多時咧獨處啦，一路咧獨處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迸發咗咧好多個創造力啦。咁所以咧，其實咧 I 人咧係絕對嚟講咧係可以去獨多一面嘅，去創造佢哋嘅喜好，透過佢哋喜好啦去創造佢哋嘅事業嘅。咁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其實喺世界知名嘅一啲嘅創業者咧，邊一類人即係有邊啲係 I 人咧咁樣樣？咁咧其實咧 Bill Gates 啦Meta 嘅創辦人啦朱克伯格啦都係 I 人嚟嘅嚇，佢哋咧都係一啲非常之成功嘅創業家啦。另外咧日本嘅經營之聖咧稻盛和夫啦都係 I 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唔係代表話 I 人咧佢哋咧就好輸蝕咯。所以咧大家如果係一個 I 人嘅話，都要咧係善用翻自己咧呢一啲嘅優勢去睇下點樣樣咧可以讓自己咧去建立自己嘅事業啦，又或者咧可以咧去創造更加多嘅嘢。係啦，關於咧呢一個創業方面咧，我都想咧同大家咧就介紹一本書嚇。呢本書咧就叫做宅創業啦，係啦。咁呢本書咧其實係由一位嘅日本嘅女士啦去作嘅。咁佢咧個名就叫做Inoue Yukari 係啦。咁咧呢本書我覺得好好啊。咁咧佢呢度一個嘅題目咧，我已經好中意啦。佢就係話內向者嘅時代嚟啦。係啦，咁其實呢本書都係近幾年前出版嘅嚇。咁咧佢咧就係講啦，個作者咧其實佢本身咧係一個 I 人嚟嘅嚇。咁咧佢咧都曾經咧就喺職場上面打滾啦，打滾咗幾年咧就發覺實在太大壓力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停咗，最後咧就辭咗職啦。跟住咧佢咧就喺網上面咧就發布一啲關於咧內向者一啲嘅文章啦擺上網，可能擺喺啲 social media 嗰度啦。有好多嘅內向人啦可能係 I 人啦，佢哋咧都好有共鳴喎。佢哋都覺得哇原來其實咧都有好多嘅共通點啦。咁所以咧開始咧呢位作者咧佢咧就一路喺度同人分享嘅時候咧，亦都開始咧有人咧就揾佢咧去做一啲嘅個人諮詢咁樣樣。咁咧後嚟咧呢一位作者咧佢咧就創業啦，就做咗一個嘅諮詢師個人嘅諮詢師啦亦都咧係開辦咗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去讓更多嘅內向者咧能夠咧發揮自己嘅所長。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咧聽到呢個故事可能咧都會好振奮啊！我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哇好振奮原來咧我哋一路以嚟覺得自己唔夠好嘅地方，其實呢一啲痛點可能咧能夠發揮成為一個亮點嚟嘅喎。因為其實唔單止我哋係呢一類人，其實喺社會上面有好多同類嘅人，佢哋可能都需要一啲嘅幫助，而透過作者自己嘅經歷，佢觀人於微，又或者佢係一個
好深思熟慮嘅人，佢點樣去幫助別人嚇，亦都係透過佢一個嘅單對單一個深度對話嚇呢一類咁嘅專業咧，讓更多人咧係能夠去活出自己。我覺得咧呢一個故仔啦，其實都真係幾有鼓勵性啦，讓大家咧都可以去學習下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宅創業咧，因為你宅創業好正啊嚇，因為即係。作為一個 I 人，佢真係好中意留喺屋企噶嘛。咁其實咧好多嘅行業而家咧你都可以咧喺屋企都可以咧創業噶喎。咁大家可能會以為啦咁而家做好多唔同行業都要銷售啦。咁做銷售你係咪真係要好多嘢要講啊？好多嘢要周圍行啊，要好主動啊，好 talkative 啊咁樣咧？其實又唔係㗎喎。而家嗱又有網店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咧去對有啲嘅即時嘅對話啦。其實咧真係未必真係咧要用一啲真係口頭去對答或者面對面去交流嘅喎。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讓 I 人咧係可以係啦同人去連結嘅，甚至乎咧去創造佢哋一個嘅事業等等咁樣樣嘅。咁咧其實 I 人咧係適合去做邊一類嘅行業咧咁樣樣。咁原來 I 人咧其實佢哋本身啦，因為咧佢哋都係一個幾能夠同人建立一啲深度連結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一啲諮詢類型嘅服務嘅咧係絕對係非常之適合 I 人嘅。咁好似我咁樣啦，咁我其實咧喺社交場合啦，我係特別中意咧同人咧一對一咁樣對話嘅。我覺得咧去同人咧去深度嘅對話，去讓佢去表達真正自己嘅想法啦，或者係好深入去了解自己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嘢嚟嘅。甚至乎平時可能我日常生活同人去朋友仔去傾偈咧，我自己都係咧傾向好中意咧同人一對一去傾偈，因為咧我覺得咧呢一種嘅連結咧係好深入。可能咧3個人嘅時候咧，我已經開始覺得咧，我咧就開始沉默啦表現沉默啦，唔係好能夠咧寒暄即係大家吹水傾偈對我嚟講咧唔容易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喺一方面唔容易啦，同時有一方面咧我係有個優勢喺度啊。咁可能喺一啲嘅諮詢嘅方面嘅嘢咧，對我嚟講咧都係好適合去做啦。咁所以我而家都係即係主力去做呢一樣嘢咁樣樣啦。咁另外啦一啲嘅線上嘅業務，頭先所講啦可能係一啲嘅數碼嘅營銷啦，可能係一啲嘅關於一啲寫作啦一啲用文字方面嘅嘢啦，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嘅再唔需要露面嘅，可能係一啲嘅程式開發之類等等嘅嘢咧，其實咧都適合I人咧一啲比較係深思熟慮去自己個人工作、獨立工作嘅人咧，比較都係適合嘅咁樣樣。係啦，或者係啲創意類嘅嘢啦，因為 I 人本身其實可能佢哋都係中意自己去透過一啲使用一啲內在嘅資源去攞一啲嘅創意咁樣樣嘅。咁講到咁多啦，咁其實咧就我自己啦，本身咧即係除咗做一啲嘅個人嘅單對單嘅諮詢啦咁樣其實咧嗰個諮詢當中咧都會有唔同嘅模式嘅。咁當然咧喺呢個嘅傾夢方面咧，我都會有即係用呢一個嘅 Zoom 咁樣咧，就會可能係大家可以去見到面嘅去傾啦，或者電話去傾啦。同時咧，我其實係一個服務咧，就係會係同人咧用文字即時去傾夢嘅。咁其實咧呢一個呢一個咁樣嘅渠道咧係幾好噶。我發覺我自己啦，我都統計過咧，我有1/3嘅客人咧都係會用呢一個文字即時溝通呢個服務嘅。我相信咧，其實咧，可能我自己都係一個 I 人啦，咁所以咧，我都幾能夠吸引到一啲 I 人嘅服務對象去揾我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發現啦，呢啲嘅服務對象咧，佢哋咧喺嗰個嘅文字嘅功力係非常之好，文字表達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咧，佢哋咧喺呢個文字同步對話嘅時候咧，係可以好能夠表達自己啦
咁其實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讓佢哋咧去探索自己嘅。咁咧其實咧，老實講啦，文字去同人傾夢咧嚇，呢一個難度都相當之高嘅，因為咧，你又見唔到對方嘅樣咧，聽唔到對方把聲啦，睇唔到佢哋嘅微表情啦，佢哋嗰個嘅語氣啦等等啦。Hello，Ethel。係啦，所以咧其實咧難度係極高嘅，咁但係咧由於我自己咧喺文字方面一啲嘅理解啦或者咧係喺啲語境啊上面嗰個理解啦，同埋潛意識，當然就係我對潛意識嘅語言咧都有一定嘅認識度啦，咁所以咧我就都喺呢一個文字諮詢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幾應付自如，幾得心應手咁樣樣嘅。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覺得文字去溝通咧係對你嚟講舒服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咧係可以嘗試下用呢一個文字同步對談呢一個咁樣嘅服務去傾夢啦，甚至乎日後可能如果我嚟緊會有一啲個人嘅諮詢唔單止係傾夢，個人諮詢都可以用文字咧你哋覺得OK 嘅話咧，都可以去使用咁樣樣咯。係啦，咁咧講到呢度啦，咁咧頭先咧我都講話咧我咧就有個問題問大家嘛，就係我其實咧喺 MBTI 當中啦，究竟我 I 嘅成分咧相對於 E 啦 ，I 嘅成分究竟咧係有幾多 percent 咧咁樣樣？咁咧我而家係開估啦，其實咧我做過嗰個嘅 MBTI 嘅 test 啦，我自己I 呢一個面向咧係有90% 嘅，係啦，咁咧係都算係咧極 I 嘅人啦我咧淨係得10% 嘅 E 嗰個面向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我都覺得自己都幾能夠去同大家去分享下關於 I 人究竟我嘅心路歷程啦，我個人究竟係點樣去一路行呢條路啦，亦都點樣去透過認識自己，去揾到自己適合嘅道路，或者係適合嘅熱情啦去點樣去讓自己嘅熱情能夠去發揮自己啦發揮自己嘅所長咁樣樣。我希望我渴望咧所有包括 I 人包括 E 人，如果你哋咧都進一步去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嗰個嘅特質係啦。讓呢一樣嘢成為你哋一個好美麗嘅一啲嘅特質去讓你哋咧發光發亮嘅話咧，咁咧就係非常之正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我都鼓勵大家啦，即係除咗 MBTI 坊間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工具去認識自己嘅，都多啲去了解一下咁樣嘅話咧，其實咧可以去行少啲冤枉路咁樣讓大家咧可以更加喜歡自己接納自己原本嘅一面咁樣樣嘅。咁咧今日咧呢一個I 人的自白咧就講到差唔多啦。咁咧下個禮拜咧又有新嘅 topic 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咧同埋啦，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嘅題目係想我講嘅，咁咧歡迎大家都可以inbox 我啦。係啦，我係林在 Presence，希望大家咧有個愉快嘅晚上啦。拜拜。